嚟緊暑假，我哋預備咗一啲新奇又有趣嘅活動俾大家。等我逐一介紹下先。I can do it 呢個課程係透過角色扮演、任務遊戲、才藝展示等小朋友了解自己嘅長處同埋優點，學習欣賞同埋鼓勵自己嘅方法。我哋都會學習感恩，加強自我價值感，從而提升佢哋嘅自信心。I read poem 我哋會利用兒童詩歌學習朗誦嘅技巧，增強聲線嘅運用、肢體語言嘅表達，認識兒童文學。I am strong 我哋會同小朋友玩一啲體能嘅活動、體操，提升小朋友嘅體能發展，例如佢嘅平衡力、身體肌肉嘅運用、四肢協調等等。同時間都提升小朋友喺群體嘅協作能力，學習聽指令同埋常規嘅。I am optimism 呢個課程係想小朋友從小培養建立正向嘅思維模式，學習從多角度睇同一件事，了解自己嘅優點缺點，學習接受同其他人嘅差異，建立正確嘅思考方式。I love nature 我哋會用專題教案嘅方式學習大自然嘅課題，我哋會同大家一齊養蠶蟲，係一個好好嘅生命教育。除咗主題課程之外，我哋會有一次戶外體驗，我哋會去探索汀角灣，一齊認識紅樹林同埋海岸，好好玩㗎！等小朋友加深對自然環境嘅了解，從而提升環保意識。我哋嘅暑期活動就快開始啦，大家快啲把握機會，快啲 WhatsApp 我哋報名啦！